歡迎嚟到微保樂視頻。今集整呢個日式照燒菇菇雞腿排。首先準備雞腿排、蘑菇、青葱、橄欖油或者植物油、照燒醬、醬油、砂糖、味醂、蒜末、薑末。喺個細碗中將醬油、砂糖、味醂、蒜末同埋薑末混合均勻成為照燒醬。將雞腿排放入一個甜盤中，倒入一部分嘅照燒醬，留一部分醬料用於後邊。蓋上保鮮膜，醃製約30分鐘。喺平底鍋中加熱油，將醃好嘅雞腿排入鍋中，中小火煎約6到8分鐘，直到一面金黃酥脆。然後翻轉煎另一面，約煎6到8分鐘，直到雞肉熟透。喺煎雞腿排嘅時候，可以喺鐵鍋嘅蘑菇加入鍋中，翻炒至蘑菇變軟。當雞腿排熟透後，倒入剩下嘅照燒醬，讓雞腿同埋蘑菇均勻裹上醬汁，稍微再煮1到2分鐘，讓醬汁調濃。將煮好嘅雞腿排同埋蘑菇盛出，撒上切斷嘅青葱作為裝飾，即可享用。想點讚關注。